退下。是。还不走？前关，小五，小五，小五，你要赶紧离开呀！不行，洞里数有上百口人，我岂能不管？可是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啊！可是，顾大人，你别忘了，要是你的官印落在奸人手里，那名单上的忠义之士必死无疑啊！就连袁崇焕将军也难逃牢狱之灾呀！小五，顾大人，为了大局着想，走啊，走啊，快走！走啊！我念你是朝廷命臣，有功在身，不杀你，留给你一次接受律法制裁的机会。狗贼，我就是做鬼，也不会放过你！拿下！是。爷爷，是我。圆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爷爷，我好害怕呀。别怕，跟爷爷走。顾大学士，我念你是三朝老臣，不为难你，留下官印，我放你走。休想！乱臣走狗，老夫就是拼了命，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啊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好，我成全你。去死吧！
摘下你的面纱，看看你是何方神圣！狗贼，你残杀无数忠良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要你的狗命！有。上！快走！我的钱！疼死我了！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人！妈呀！关门！日月，你躺下来装死！我说你们换个别的地儿行不行？我已经在这儿装死了。啊！马上飞！马上飞！啊！老爷，小少爷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？马上飞！你快救救我爷爷吧！哎呀，老爷受伤了，伤得这么重啊！哎呀，老爷，我哪会救人呢？我到你这儿只学会了杀鸡、杀猪、杀牛，我不会救啊！你见死不救！小的不敢，老爷。马上飞，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，拿着观音，保护小少爷离开这里，去找平辽将军袁崇焕。你太高看我了，我就是一厨子，哪干到那事儿啊？我只会煎炒烹炸，你还得求别人吧，老爷。你干什么呀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没什么出息，找上你我千百个不放心。可是这东宁书院，死的死，抓的被抓，只有你了，我只好把人怨托付给你。哦，老爷，你太会聊天了，哪有这么求人办事的？你要是不答应，我死不瞑目。啊！哎呀！爷爷！哎呀！爷爷！哎呀，老爷，你别这么瞪着我呀！我没抱过死人，老爷你别在我怀里去呀，老爷！我老爷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小少爷，别！倒霉的观念不赖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小少爷，这是宝贝。救我爷爷呀！干什么呀你？爷爷！别叫！放开我！哎呀哎呀！爷爷！别喊了，别喊，小祖宗，别喊了，别喊了！他要是进来，我们俩都得死，知道吗？别叫！不许哭，可小事哭一场，不许出大事，控制啊！这儿有个洞，我们可以爬出去。看看。我先出去看看。哎呀，卡住了，小少爷，快帮帮我！快点儿！我使劲呐！快一点，小少爷！怎么还
出成树了。